喂，Oscar，咦，華哥，揾我咩事啊？喂，呢排有咩新搞作啊？華哥，我哋引入咗由機電工程署最新開發嘅智慧工地安全監測系統 ISS-MS， 目的就係進一步提升工地安全。佢結合咗人工智能啦、大數據分析同自動化技術，可以全方位監控工地嘅安全情況，幫助到我哋即時發現問題，仲可以減少人為疏忽。華哥，呢度係 ISS-MS 嘅實時監控界面。例如呢度啦，如果工人冇戴安全帽或反光衣，系統就會即時發出警報。咁樣可以幫我哋減少人為疏忽，實用得嚟又方便喎。另外 ，ISS-MS 仲可以監控熱工作作業嘅安全。如果有人進行焊接或者氣體切割等高危作業，但冇獲得工作許可證 （work permit），系統就會即時發出警報，提醒我哋檢查同處理，避免發生意外。咦，咁非法入侵呢？夜晚冇人喺度，個系統仲會唔會繼續幫我哋守護個工地㗎？梗係得啦，不如我加埋你入通知名單度，第一時間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唔該你 Oscar，我都唔阻你做起先，我都出去睇下地盤進度。咦，話口未完，我收到alert，我要處理下先。個人防護裝備警報，沒有佩戴安全帽。你好啊，我係 Oscar，你未戴安全帽進入施工區域，馬上停低手頭上工作，戴翻頂安全帽，確保安全。哎呀，唔好意思，一時間唔記得咗，而家即刻戴翻。多謝提醒啊！哎呀！人員狀況警報，人員跌倒。你好啊，我係 Oscar，你跌低咗有冇事啊？喂，華哥啊，有工人喺地盤跌倒啊，你睇下佢有冇事啊？係，收到。要點啊你？我收到 ISS-MS 通知，知道你跌親，有得嚟睇嘢啊！冇事，冇大礙嘅。多謝你啊，華哥，真係犀利哦，連跌親都知嘅。係㗎，唔好講咁多啦，我陪你醫療室先啦。好好。華哥，你睇下今日工地運作都幾順利。呢度 ISS-MS 真係幫咗你好多。例如早啲嘅時候，有工人一時失神冇戴安全帽，系統立即發出警報，你就可以即時提醒佢，避免潛在嘅危險。係啊，ISS-MS 真係幫助我哋減少咗好多人為嘅疏忽，將工地安全升到新嘅層次啊！其實仲有一個功能可能你未試過，呢個就係 LLM 智能指令處理模組。呢個功能可以幫到我哋更加高效處理安全數據。咦，LLM 點樣用㗎？你只需喺呢個平台輸入一個指令，自動執行相關嘅任務。例如，你可以叫佢幫手總結工地上一日嘅安全報告。睇下呢份報告就係 LLM 幫我哋即時生成嘅，總結咗今日工地發生所有唔安全嘅事項同處理嘅情況，唔使我哋再手動查數據，慳咗咁多時間呀。喂，咁方便？如果我想知道上個星期有幾多人冇戴安全帽，係咪都可以幫到手啊？梗係得啦！你只要輸入相類似嘅指令，例如過往一個星期冇戴安全帽嘅記錄，佢就會幫你做埋所有數據分析，仲可以輸出圖表，睇得更加清楚明白。呢個功能真係好實用啊！對安全管理嚟講咧，絕對係一個突破啊！我哋可以更快地掌握工地安全嘅情況，仲有數據去支持我哋做決策添。